明愛馬鞍山中學於1998年9月創校，屬於香港明愛轄下嘅資助中學。除咗主流文法中學嘅學習之外，學校亦附設宿舍，向學生提供宿舍住宿服務。宿舍部關顧宿生嘅全人發展，獨立看待每位宿生嘅特性同埋需要，培養及發展多元技能及興趣。透過老師及社工兩大專業團隊，設計唔同嘅課程同埋活動，提供學生所需要嘅知識同埋技能，促進學業成績之外，亦滿足唔同學生嘅學習需求。呢個就係我哋嘅宿舍啦，就等我哋嚟帶大家參觀下呢個地方啦。宿舍有充裕嘅地方，讓學生進行唔同類型嘅活動，包括學業研習、藝術、運動，以照顧同學嘅需要。當同學想尋求意見嘅時候，我哋會有專業嘅社工同佢哋進行面談，讓佢哋得到適時照顧同埋梳理，達至身心健康。宿舍居住環境優美，提供唔同嘅設施，配合學生嘅成長。健康嘅體魄對年青人嘅成長尤其重要。宿舍提供1日4餐嘅營養均衡膳食，亦係我哋對學生嘅愛。明愛馬鞍山中學嘅宿舍係位於學校嘅範圍入邊，所以係由學校所管理，環境舒適又安全。宿舍係由學校所聘請嘅社監同埋7位導師陪伴住學生一齊成長。除咗日常嘅社交生活之外，宿舍亦都會提供唔同嘅興趣班、晚會、義工服務等等嘅活動，希望促進學生嘅學術成就之餘，亦都能夠培養佢哋成為一個具愛心、主動學習同埋有領導才能嘅年青人。每一個宿生都有一個個人化嘅成長計劃。喺學期初嘅時候，社工會了解佢哋嘅個人性格特質、喜好同強弱項。接住落嚟，佢哋就會一齊討論今學年嘅學習目標。宿舍就係一個大家庭咁，你會有好多可愛嘅兄弟姊妹，跟一齊生活，一齊成長。咦？呢度係咩地方嚟㗎？呢度就係學校新設嘅護理室啦，快啲過嚟睇下。學校新增設護理科目，慢慢蛻變成為醫護中學。除咗提供文法中學嘅常規課程之外，亦會從生命教育入手，全方位培育學生具備醫護人員嘅素質，包括教授專業嘅醫護知識，以及培養關顧自己及身邊人健康嘅醫護心腸。學校矢志成為社區醫療保健教育樞紐，致力推廣醫護健康知識。學生畢業之後可以志向繼續升讀大學或者專上學院開設嘅醫護課程。大家唔好唔記得仲有一個地方喎。係係我哋嘅有架巴士啊！快啲上車啦！有架巴士生命體驗館係明愛馬鞍山中學生命有價教育工程嘅真實載體。明馬喺2019年透過9巴嘅巴士再生夢計劃，將受贈嘅巴士打造成為一個別具特色嘅生命體驗館。巴士下層主要作展覽用途，更新社區資訊，激發學生及訪客嘅社區意識，建構正向人生價值觀，讓生命更豐盛。巴士上層用作教學用途，學校配合唔同課程同埋活動，放置唔同嘅顏色嘅座位，營造輕鬆愉快嘅學習氣氛。VR 學習設備激發學生嘅學習興趣，提升反思能力。唔知第時大個我哋有冇機會翻嚟學校幫手呢？梗係有啦！畢咗業之後，好似我咁翻嚟教書，教翻之後啲同學仔一代傳一代。點解講到好似有啲路咁嘅？點會呢？少少啦。睇下佢哋做緊啲咩？我哋快啲過嚟睇下。